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已經停咗產嘅八大比例複雜功能時計 5146G001。八大比例享有獨家專利嘅年曆腕錶，誕生於1996年，20年嚟書寫咗一段成功嘅傳奇。呢種奇妙嘅裝置可以顯示星期、日期同埋月份，而每年僅需調校一次，當之無愧咁成為咗八大比例嘅旗艦錶款之一。今集介紹其中一款 5146G。雖然 5146G 係源自於八大比例首款年曆腕錶5035，但係 5146G 更加是1997年至1999年間相繼推出嘅5036同埋5056P 腕錶。一點可以從錶面上睇到，5035嘅錶面響6點鐘嘅位置係24小時顯示，而5036嘅錶面響相同位置則換上咗月相顯示。咁亦都從5036之後，品牌後續嘅年曆腕錶搭配月相顯示，幾乎成為咗標準嘅配備。5146G 腕錶錶殼以 18K 白金打造，錶徑39毫米。響錶面格局可以話完整保留咗5036嘅精髓，例如喺6點鐘嘅位置設置有日期顯示，星期顯示就位於9點鐘嘅位置，3點鐘嘅位置設置有月份顯示，同時喺12點鐘嘅位置仲增加咗動力儲存顯示。另外同樣位於6點鐘嘅位置仲有月相顯示。白金葉形嘅時分針同埋每5分鐘嘅軌道式刻度都帶有咗夜光塗層，鏡面同底蓋都係採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。錶冠上飾以浮雕嘅八大比例十字星標誌。喺錶帶方面，深啡色嘅鱷魚皮錶帶搭配摺疊式嘅錶扣，而腕錶亦都具備咗30米嘅防水功能㗎。5146G 腕錶由324 IRM QA-LU 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儲存最少35個小時，最多45個小時添。機芯亦都獲得咗八大比例印記嘅認證，可靠性無與倫比。呢款咁精彩嘅5146G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